好，大家好。2026年嘅3月30號至4月3號，呢個係金會員嘅一個專屬影片 CFTC 嘅黃金外匯篇。今日我嗰個標題呢就係若果星期一3月30號個油價急升，全球金股匯都會震動。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。OK。嗱，今日準備咗個內容咧，亦都係分開做3個部分，睇睇第一個部分嗰個焦點分析先啊。呢個禮拜咧，金融市場咧仍然係受 WTI 原油嘅一個影響。特朗普總統延長咗個談判期，最後嘅死線嘅 deadline 日期係4月6號。然而咧，市場係不斷傳來最新嘅一個消息，油價咧就爆上去$100樓上，似係要繼續向上衝之勢咁樣，睇嚟咧，我哋係冇辦法去等呢個日子嘅來臨咁樣。金融市場咧就經已響出現一個驚濤駭浪啊，風起雲湧啊，加上傳來嘅消息嘅混亂啊，真假難辨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從嗰個油價WTI 原油嘅價格咧嚟睇咧，佢確實咧係創咗近日嘅新高嘛啊！佢正在咧係挑戰11948，即係上一波個高位咁樣。呢樣嘢咧就説明咗一件事咧，就係話目前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仍然喺度封鎖之中咁樣啊。咁啊，再加上咧近日咧係胡塞組織咧最新咧就對以色列嘅攻擊，同埋咧以色列同埋伊朗嘅互轟咧嚇，星期一個油價咧真係咧就唔敢想像。咁目前嗰個形勢咧就係話個油價升，長短期個債息升，美元升，美股跌就黃金升。個油價跌，美股咧就先升後跌，美元咧就先跌後升，黃金咧就先升後跌。呢個禮拜咧個金嘅走勢咧出現咗另外一個現象。美元升，黃金升，呢個好似咧就唔係好 match 咁樣喎。但係而家咧當前咧出現一個咁樣嘅現象，咁呢樣嘢係説明咗乜嘢咧？咁樣有兩個可能性啦。咁樣一係咧就係規避呢個風險，即係可能戰爭嘅一個風險，買金啦，攬住個黃金，攬住個美元啦，攬住個黃金啦咁樣，或者咧買金咧嚟對抗嗰個通脹，因為佢有夾上嘅通脹嚟，買金嘅對抗個通脹咧，一係就咁樣either 一或者係二咁樣。呢個問題咧係值得深思嘅嚇，而且嚟講咧嗰個情況咧係會引申到咧佢比較長啲嘅一個睇法咁樣，係嘛？咁啊值得深思。好啦，咁我哋再逐頁咁同大家去分享下先嚇。比較長短期個債息咧日線走勢咧，你見到佢咧呢個係短債2年期嘅短債咧，就差唔多咧就去到4厘啦。2年期個短債去到4厘，10年期嗰個長債咧就去到咧就4.428厘啦。曾經咧就衝上去4.5厘咁上下，仲係陽燭高收添咁樣。呢個係長短期債息個走勢，即係當前咧。就對，當然啦，個債息上升咧，對個金係有壓力啦，所以個金咧就係有壓力咧，都係高位有壓力回調啦，咁樣啊。咁但係對個美元嚟講咧係利好咁樣啊。咁對特朗普嚟講咧係大不利啦，咁樣好啊。我哋繼續睇下咧嗰個4個商品嗰個價格嘅走勢咁樣。CLP 指數咧仍然咧就係繼續咧就係創近期嘅高位嘅個 CLP 指數啊。咁啊，即係預期咧，未來個通脹咧，似乎咧就無可避免噶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天然氣咧就一般個油咧嗱，你見到咧一支大陽燭，光頭陽燭最高收咁樣。咁所以咧，一陣間我去分析個油嘅時候咧，就透過嗰個倉位咧，再同大家去分享下啊。小麥價格都仍然係上升啊。好啦，美匯指數咧就。目前個阻力咧就喺10054，即係呢一個位係10054咧係佢個阻力位，支持位咧喺9935咧就係喺呢個 outside 大概喺50個邊緣嗰度啦嚇。
喺50個邊緣嗰度就企穩咗99.35嗰度。長短期嘅債息上升咧係有利於嗰個美元咧係 firm 嘅，係強勢嘅嚇。咁啊 CFTC 嗰個正長倉咧係繼續係增加嘅，增加去到12,403張。我哋睇睇呢一個統計表嗱，佢個機構投資者咧一路係咁樣增加，即係4個禮拜之前咧就係已經5個禮拜之前係反咗倉咧，由睇淡轉睇好，連續4個禮拜咧都係睇好嘅，所以嗰條 trend 咧個美元咧基本上咧呢個投資者喺呢一個階段呢個時間段嚟講咧，佢係睇好個美元就睇淡其他非美嘅貨幣嘅啊。好啦，月線圖咧咁啊俾大家參考嘅啫。好啦，我哋講講個金先啊，先講個金，最後咧就講講嗰個油啊，因為個油係最關鍵，目前個時刻咧就個油係最關鍵嘅嚇。咁啊睇睇個金啊，個金咧呢個禮拜咧波動咧係微調嗰個變化，即係剛才所講啦，美元上升個金咧就同步上升，係嘛？係微調。咁啊，金價下個禮拜係升或者係跌咧，決定喺嗰個 WTI 油價最後嗰個去向究竟係會點咧？我哋一陣間稍後分析下個油咁樣。咁如果剔除咗油價個因素之後，個技術性個金個走勢又如何咧？係見底回升或者係反彈高沽咧？先講我嗰個直覺先，未必一定啱嘅啊。因為依家都好難測啦，個油即係難測咧，就係話你根本冇辦法測度得到個油價究竟會上定係會落，而家就係咁樣。即係佢中東嗰邊咧，嗰個戰事咧，究竟係咩環境？牌面你當然睇到啦嚇，但係咧零星仲有其他嘢咁啊。好啦，先講下個直覺，個金咧反彈咧就高沽，反彈咧就高沽，仍然未人見底。仍然未人見底，銀同埋個金係一樣，反彈咧就高沽，但係個銀咧好似咧就快將見底咁樣啊！銀咧佢有個強力嘅支持位喺61蚊嗰度，我哋一陣間睇下個圖咧再分析佢啊！啊呢個係我嗰個直覺啦嚇。咁啊個金咧從嗰個技術面去分析咧，目前咧個 J 沙咧係4719.3，即係睇淡嘅，喺上邊咧就壓住佢4719.3，每一個交易日咧就向下咧就遞減76蚊，大概77蚊度咧，大概咧2個交易日咧就會到位噶啦，即係到咗佢嗰個 day high 位咁樣啦嚇。咁啊當然啦，星期一佢點樣挫咧就唔知道啦，可能一日咧就已經係到位都未頂啦嚇。咁啊大概2日咧就，如無意外咧，就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嘅情況底下咧，其他因素不變嘅情況底下咧，佢2日咧就會到位咁樣。即係講咧，假如星期一反彈，響4719附近咧係會有阻力。呢個時候咧係入市嘅一個時機，可揸可沽。我唔知道你睇好定睇淡啦。總之咧係呢個時間咧就可以做嘢咁樣啦嚇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咧個止蝕咧就喺眼前咁樣啊，止蝕就喺眼前。目前咧就第一關嗰個阻力位咧個金咧就喺4600嗰度，4600嗰度咧係第一關個阻力。如果按星期五個收市位4493.7去計咧，你可以容許佢咧星期一咧佢彈到去呢個4600附近咧就收市啊。咁你係4600咁啊4494啊44即係4500啦，咁即係大概8鬆啲蚊咧就到咗第一關嗰個阻力位咁樣。盤中咧係彈穿出上影，收響個阻力位嘅下邊咧就最好。即係話咧，佢星期一咧，如果話係唔知咩因素咧，總之咧佢夾上反彈彈上去咧，彈上個影線彈穿咗4600，收市回翻落去個影線嗰個收市位響4600。嗰個位咧就最好啦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。第一步，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點擊顯示完整資訊，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，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。繼續第二步，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。第三步，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。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，請點擊頁面下面
面嘅註冊並繼續第4步。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可以跳到第5步嘅登錄。嚟到第4步，要註冊成為會員，填寫你嘅姓名、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，然後按註冊。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，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。第5步，相信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，點擊登錄繼續。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、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。第6步，完成登錄之後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，點擊選項進入。第7步，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，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，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，點擊加入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，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，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。第8步，完成你嘅每月付款，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。完成填寫之後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，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。另外，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 5個0代替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，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。第9步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，點擊進入 Get Started。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，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。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，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。完成啦，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。金會員限定，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，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。好，多謝晒。